腿凉是脾，腰凉是肾，背凉是心，一合中成腰，暖心、暖脾、暖肾。先看看腿凉为什么和脾有关呢？中医讲脾主四肢，要是脾阳不足或者是脾气虚弱，那么体内就容易生寒湿，寒湿流到腿部呀，就会让腿又沉又凉的。平时还可能伴有腹胀、腹痛啊，不敢吃凉的，大便稀汤，手脚也容易不温呢。这种情况可以参考附子理中丸来温中健脾。再来说说腰凉是肾呀，中医常说腰为肾之府，肾好不好呀？看看腰就知道了，肾阳不足，没有办法温煦腰部，那么就会腰凉啊，甚至有冷痛感，还会没有精神，欲望低下，腰气酸软。那么这时候可以参考桂附地黄丸来温肾助阳。最后来说说背凉是心呀，中医认为心为阳脏，能够统一身的阳脉，背部是阳气循行的主要通道，心阳不足就没有办法推动阳气，温煦后背就会背凉，甚至出冷汗，有的呢伴有心慌心悸呀，脸上长斑，嘴唇青紫，偶尔胸闷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考柏子养心丸来温补心阳。